启示录第7章，咱要对第1节看到第17节。圣经安尼讲吼，第了后，我看见有4位天使徛伫地的4角，集中地上4方的风，叫风无吹伫地顶、海顶、甲树顶。我看见另外有1位天使对日出的地起来，带着印证上帝的印，伊就向迄个得着权柄、有法通伤害地甲海的4位天使大声发着讲：地甲海并树木，恁毋通伤害。但阮因了阮上帝真仆人会遐，我听起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万4千，犹大的支派中受印的1万2千，吕遍支派中有1万2千，加德支派中有1万2千，阿瑟支派中有1万2千，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万2千，玛拿西支派中有1万2千，地面支派中有1万2千，利未支派中有1万2千，以撒迦支派中有1万2千，西布伦支派中有1万2千，约瑟支派中有1万2千，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1万2千。第9节。了后，我观看到有真侪人，无人有法通算计，是对逐国、逐族、逐民、逐方来的，徛伫宝座甲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衫，手摕棕树枝，大声发着讲：愿救恩归乎坐伫宝座顶咱的上帝，也归乎羔羊。天天使拢徛伫宝座甲正长路，并4活物的周围。伫宝座前面伏伫地，敬拜上帝，讲：阿门！颂赞、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拢归乎咱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长老中有1位就问我讲：即阵穿白衫的是一水呢？是对倒落来的呢？我就对因讲：我主，你知影？伊向我讲：即阵人是对大患难中出来的，捌因羔羊的血将衫洗白了，所以因伫上帝宝座前，日暝伫伊的殿中来侍奉伊。这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因，因无搁再枵，无搁再吹动，日头甲炎热也的确无伤害因，因为这宝座中的羔羊的确牧养因，带因到活命水的泉源。上帝也的确切去因一切的目屎，因一切目屎。所以今仔日咱要继续来看第7章。今仔第11讲就是第7章第1节到第17节，这是讲到这什么踏入的一个意象。伊看到这个意象，但是这意象中，伊佫看到另外一个意象。这意象是该叫做报道者甲顺道者，报道者甲顺道者。咱来记得啦，咱的启示录，咱用3方面落去分个吼，所看到的代志。这个是第1章第9节到20节，讲到基督甲伊的荣耀，所以伫第1章遐有7个荣耀。然后伫第2章开始到第3章呢，讲到现在的代志，讲到基督甲伊的教会，所以有写批特别有7间的教会，伫第2章、第3章。今仔日咱按第4章开始看的时阵呢，是讲到将来必成的代志。伫将来必成的代志呢，就讲到基督甲伊的国度。当然，遮有
五项啊，就是7个印、7个好、7个奥妙7个碗甲7项末后的代志，末后代志。所以今仔日咱顶几日开始看的时阵按第4章到第7章的落尾是讲这第8章的头一节这是讲到7个印讲到7个印。当然，7个印内面伊有分做4方面咱若看这4项这5项是真平均就是伊有啥物有比伫天，然后伊有实行伫地，然后伊各有一个策略的意象，然后伊就讲到这段的一个结局到底是啥物咱较早伊比伫天，咱看到约翰跳到天顶看到上帝的宝座，遐有4个活物，有14个长老，然怎来敬拜然后羔羊就摕了迄个7个印然后咱顶礼拜看就是伫地上迄个7个印一开始掀开印的时阵发生伫地上有每一个印就有一项代志发生所以咱顶礼拜是看到第6印今仔日第7章咱是看到策略的这个意象那第7印到底伫倒啦咱若看咱无看到第7印无看到第7印看完咱来看这个印到底是啥物是一段今仔日所讲的咱今仔要看的有2项代志头一项就是报道者伫遐顶受印然后这是第1章到第8第1节到第8节然后对第9节到17节就讲到顺道者伫主的面头前来输入这个第1到第8是讲到伫地上在报道者还是讲以色列人中间上帝特别拣选因然后伫因的遐顶来刻印这是伫地上然后第9节到17节咱就搁再去到天堂去看到在顺道者因伫天顶然后伫主的面头前输入伫遐来侍奉来敬拜所以这是今仔日第8章第7章的2大题第2大题所以咱看到圣经第1章圣经怎样讲呢？圣经伫第1节伊讲这个了后这项代志了后，什么这项代志这项代志就是伫第6印掀开第6印了伊就看起有4位的天使4位的天使徛伫倒啦？徛伫4位徛伫地的4方虽然伊讲到地的4方是讲徛伫地的4角伫遮约翰并毋是认为讲地是四角角的是四角角的咱知伫差不多到第15世纪14个世纪15世纪也佫有真侪人认为世界是啥物是平的是四角角的四角角到差不多第14、15世纪的时阵才开始来发现讲原来咱所徛起的这个地毋是四角的是啥物是圆的所以咱看到马杰兰咯哥伦布斯咯因就安尼来航海的时阵就来规个世界甲啥物甲设起来所以人知影讲原来咱的世界毋是平的是圆的是圆的约翰伫遮虽然伊讲伊用4角伊的意思是啥物伊意思是东西南北东西南北是讲到4方面4方面这个4有法通讲说是代表对对的这个数目对对的这个数目然后伊看到这天使因是集中什么地上的风所以我地上的风是因掌管的这个风毋是孤单咱所看见讲咱热的时阵有风咧吹伫圣经常常以风
来做什么啊？上帝审判的这个工具啊，上帝审判的工具啊。所以咱伫旧约，咱也看到上帝捌用风来审判，所以伫遮伊也是讲说伊要用风代表上帝的审判。伊讲叫风无吹伫地顶、伫海顶、甲伫树顶。伊意思伫遮咱有法人讲，有法人看讲，这个风吹毋是讲说全规个海咧哦、地咧全无风啊，乃是讲上帝的这个审判，毋是要临到，毋是要互地、海还是树乃是要什么啊？要伫人的身上这个是讲到人的身上但是讲说这个风审判未来以前伊就等这个四位天使四位天使就干因要将上帝的仆人该引上引起然后引上引起了后才开始审判落来审判才按遐来实现引这个引起其实伫旧约的时阵以西结书第9章有讲到引的代志是伫以西结以西结伊看到一个异象就是有一个人是一天使有一个乌目是讲乌的这目的然后伊就要伫对的四方来行，然后伊咧找人的时阵伊就该按伊的血咧顶面伊就按血咧按遐该引该引伊就要引这个记号伫血咧敢若引伫血咧引伫血咧通会看到通有法通分辨这位是谁这位是谁所以引其实引的伊伫旧约有讲到引伫新约以弗所书第1章14节也有讲到引讲到咱基督徒咱信上帝是信主耶稣了后圣灵就要临到咱的身上伊就要干用伊的引将咱引来互咱所以引有意思什么呢？引的意义是什么这款的引是头一项伊是代表拥有权就是讲我引你的是我该引落去这个意思是属伫我的属伫我的咱知有时阵咱看一家牛咯羊咯伫田野伊咧食草的时阵你看到伊边头有印个印是什么呢？就是主人有伊特别的叫做烙印通知影讲这只牛是属伫所以印就是讲属伫上所以圣灵来将咱印就是讲咱是属伫主的，所以伫遮启示录第7章内面伊的印三款也是安尼，也是讲是属上的，毋单属上的这个印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伊是属主的所以主会干特别的保护主要特别的保守这是主看得像主人伊应该做的一个义务所以圣经就讲有几个人去受印呢？圣经有互咱一个数目14万4千144千144千，所以上帝特别拣选这群人拣选这群人要创啥？毋单属伊上帝也要特别的这个什么使命互因这使命这使命我该称作因是什么？上帝的报道者因就是要去传福音要去普天的将上帝的福音按遐来传出来该传出来所以伫犯罪的人中间所以伫遐罪人中间上帝特别拣选这种144千的人将因分别出来其实咱看到上帝的工作
伊的作风啊，常常啊，伫人的中间，伊就精选分别出来。别粒番伫万人中啊，上帝精选伊，将伊分别出来，要特别互伊一个使命啊。然后伫以色列人的时阵啊，当因伫埃及地啊，上帝特别将因分别出来啊，因为上帝要干哪？要拯救伊啊。那同款也是啊，上帝啊，也是分别伊出来啊。拉合上帝分别伊出来啊。所以分别出来啊，是毋是讲会保护啊？但是伫圣经内面啊，咱会看到当上帝分别啊，伊的保护会临到啊，但是伊的保护啊，无拄讲是完全袂受到伤害啦，无一定啊，是完全袂拄着伤害。但是伫启示录，咱看到伊有一个所竞选的哦，上帝特别保守伊个，亲像即跩144,000个人虽然伫地上已经开始干大灾难咯，是讲说已经有灾难有看到敌基督开始伊会开始咧逼迫人的时阵但是上帝保守这144,000个人然后咱也看到第12章、13章遐，看到上帝特别有2位见证人上帝也同款保守因袂受害袂受害所以这群的人上帝保护因上帝有互因特别的一个使命要去传福音咱甲去咱刷落去，咱会去看到。但是上帝伊这所在特别保守因就是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来传遍福音。所以伫这个咱所讲的一段7年的灾难内面常常人爱问的一个问题是讲人会搁再得救因为咱讲伫第4章的时阵教会已经被提所以主耶稣伊的火车险的时阵伊要临到空中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所讲的伫主内面离死的人就要搁活甲主感临伫空中然后伫地上也搁存留也搁活着基督徒，咱就要被提甲主伫空中来相拄空中相拄。所以当7年的灾难的时阵教会还是讲基督徒已经无伫世上，所以无伫世上的时阵人是毋是有法通继续来得救呢？有法通得救呢？我爱来甲大家看一段的经文伫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7节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7节伊讲，因为迄个不法的瘟疫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烂组要等到迄个烂组受毒气，迄个时阵，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伊嘴中的气灭绝伊，用降临的荧光毁掉伊。这是讲到什么呢？讲到不法的人还是讲这不法的瘟疫其实这就是讲到将来要显出的、要显现的敌基督伊讲保罗伫帖撒罗尼迦间当初时的信徒讲伊讲这个敌基督的瘟疫还是讲说敌基督的灵已经开始有了，但是现在有一个烂组只讲到有一个烂组所以互敌基督也阁无法通显现。等到迄个烂组受毒气的时阵不法的人的确要显露出来。当然主耶稣要用嘴中的气灭绝伊是讲到主耶稣第2摆过来的时阵会将敌基督甲伊除灭去现主时就是讲到看若是咱现主时活伫2021年这个敌基督的灵还是讲敌基督的势力已经存在伫世上了。其实伫主耶稣升天了后就开始有但是伊也阁无完全来实现出来因为圣经讲什么有一个烂组来
有一个力量咧来换做伊。所以真侪人就爱问讲解经家就去来探讨，讲到底这个换做无互敌基督安遐来规个控制规个世界，无互罪恶遍满规个世界到底这个换做是啥物啊？有几个讲法有个人讲这个换做这个阻力就是政府政府当初是罗马政府现主时咱每个国家的政府因为政府有伊的条规还是有伊的律法所以律法会换做人行歹你若做歹的时阵你就受掠、受审判、受刑罚所以有一个换做来换做伊第二个讲法是讲无这个换做是教会这个换做是教会因为教会伫底的时阵虽然教会的力量毋是讲真大，但是其实教会有力量来换做罪袂按遐来蔓延所以圣经讲啥物讲基督徒咱是啥物洗掌的光洗掌的盐，洗掌的光，看咱叫做盐因为盐有啥物保护无互伊歹去迄款的功用伊讲咱基督徒咱伫洗掌其实咱的这个功能是亲像盐虽然罪恶腐败真多但是咱用盐的时阵有法通至少无互这个罪恶变真大至少有迄款的功能将罪恶甲约束咧这是第二款的讲法第三款的讲法讲这个力量其实毋是教会乃是伫教会内面也是伫基督徒心中的圣灵是圣灵的力量因为咱基督徒信徒无力量通来换做还是来捆绑魔鬼撒旦的作为上才有法是圣灵才有法所以无相共的讲法我个人我是较赞成讲这个力量是圣灵的工作当然当教会被提的时阵基督徒拢离开了的时阵圣灵怎圣灵是毋是全离开世界离开这个邪恶的世界我认为圣灵也阁是存在也阁是存在但是伊的工作现主时咱叫做是新约的时代还是恩典的时代教会的时代的工作无同伊的工作都亲像旧约的工作所以现在爱问的这个问题是讲新约有讲到圣灵第是降临伫使徒行传第2章当教会开始建立起来的时阵教会诞生的时阵圣灵就亲像怎么样黑烟就落伫门徒的身上使徒的身上其实五顺罪圣灵降临伊主要毋是降临到世上乃是讲伊降临到信徒甲信徒徛伫信徒的内面咱叫国语叫做内住就是徛起伫咱内面原来伫旧约当咱看旧约的时阵咱看到圣经有讲到上帝的灵上帝的灵三款会降落来亲像参孙伊敢若款有力因为圣灵降临伫伊身上伊就得到力量当所罗门上帝上帝的灵也是降伫伊身上伊就按遐来讲预言所以旧约有真侪先知上帝所要用的人当圣灵临到因的身上因就得到力量来为主大发热心来为主做真侪的工作但是咱看到圣灵伫旧约的工作伊会临到人的身上但是伊会干伊会离开所以参孙当伊犯罪了后伊会当伊头毛去剪起来的时阵圣经讲啥物圣灵就干离开伊的身上到后尾到伊要临终要死的时阵伊阁跟上帝求托讲上帝耶和华
原你佫加再使我力量，所以圣灵佫再临到伊诶身上，伊佫再得到力量。所以伫新是伫旧约啊，圣灵啊会感染啊，但是圣灵会干啊会离开。所以伫保罗啊大卫王啊，伊有写一首诗歌，伊讲请你请毋通叫圣灵离开我啊！咱有时阵也咧唱诗篇51篇啊，毋通叫你诶圣灵离开我啊！这个是伫旧约啊，伫新约啊，咱无需要安尼祈祷啊，咱无需要安尼祈祷，干啊？因为新约五旬节时阵啊，当圣灵降临伫咱内面啊，伊就袂阁再离开咱啊，圣灵袂阁再离开咱啊，咱若犯罪的时阵，圣灵会离开人，会离开基督徒袂？袂啊，咱若犯罪，圣灵会担忧啊，圣灵会担忧，但是圣灵袂离开咱啊，圣灵继续伫咱的内面咧做出的工作。所以到启示录一段的点钟啊，圣灵啊，教会无去的时阵啊，圣灵无阁再来啊。特别徛伫基督徒的身上，因为基督徒无，但是圣灵会工作悠远有啊。所以伫一段的期间啊，上帝啊就特别开始来选一个爱人啊。伫启示伫第7章，咱看到伊选了144,000个人啊，来为主传福音。所以因会去传福音嘛，会真侪人会来信主。所以伫大灾难，还是伫7年灾难的期间，有人会信主袂？也阁是有人会信主，但是信主的人数虽然伫圣经讲真多，但是比例起来，甲歹无信主比起来，也阁是真少也阁是真少所以看呐咱会也少，因为到迄个时阵啊，要信主的人无容易啊。咱若看到第9节落去啊，咱会看，看若是信主，那无容易。但是伫这个7年内面啊，第最信主的人是啥物啊？以色列人啊，因为伫罗马书11章25、26节讲啊，伊讲以色列全家拢要得救啊，全家并毋是每一个以色列人会得救，乃是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啊。因会归向上帝所以这是上帝鼓舞还是讲说来分别这群的人伫因的协定摕一个记号。然后但是对这个数目144,000个人到底怎样来解释怎样来解释？这个是按照恁来解释呢？讲你算按1、2、3、4到100、1000、10000144000是不是安尼落？还是这个是一个代表一个数目唔知影几个人当然这个这个是两款的讲法有一款的讲法是讲无这撮人是讲代表一寡的信徒咱唔知影偌济但是有一寡人是讲无这个有法通用144,000按照伊的里面咱知影是有上帝精选出来人有伊的数额，有伊的数额所以这撮是代表上有几个讲法，头一个是代表教会有人讲144,000，既然是上帝精选的，才是教会教会。伊讲伫当初时也阁有教会伫世上所以伫教会中间上帝就兴起一寡人基督徒按遐来传福音来传福音但是咱认为讲教会已经被提了，所以这毋是教会然后第二的看法就是第二是讲伫第9节伊讲这个了后，我看到有真侪人无有人有法通算计因是对逐国、逐族、逐民、逐方来的逐方来的，所以伫遮讲即撮是按世界顶面的逐国来的。第4章较早的时阵第4章咱看到信徒已经被提到天堂去了，
所以底下有立4位长老代表教会啊，所以这全是无上国的人伊个是讲代表教会所以教会已经被提了所以到这144千应该是2百的人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讲，这是以色列人当咱看圣经的时阵伫遮真清楚甲人讲这是对以色列中间按遐起来所以敢按第5节的时阵第4节伊讲我听去以色列人逐个支派中拢有人所以伊就列几个支派几个支派12每一个支派有12千个人所以12个支派有14,400 144千。但是我问你你读的时阵还是你听的时阵你有感觉所列的这人几个支派你看到有欠一个有欠欠啥无伫咧你若看你看卖伊有请问我问者外国几个12个有无是无毋是12个外国毋是12个14个你讲牧师等下你怎讲是14个OK 你若看出埃及记的时阵伊将12个拢总的名来列咧甚至伫启示录伫创世纪创世纪伊12个囝你记得伊其中一个囝或者约瑟无约瑟有几个囝约瑟至少有2个其实伊毋难2个但是当雅各去到埃及地的时阵伊有2个囝2个囝佫做啥物玛拿西甲啥物以法莲玛拿西甲以法莲你若看到雅各伊跟约瑟讨啥物伊讲你这2个所生的囝我要甲伊讨来要归入我的名下要归入我的名下亲像约瑟犹大同款所以意思就是讲雅各现主是伊有毋但约瑟伊也将约瑟这2个甲归咧伊的内面所以你若看伫旧约常常若讲到以色列约瑟的名会袂出来会换啥物玛拿西甲以法莲然后若咧讲到12个支派的时阵利未支派常常会无伫遐特别咧分队的时阵因为利未支派因无队因无参伫内面所以有2个人的名你常常无看到就是约瑟的名无看到因为有2个囡仔伊2个囝来代表咯然后利未你也是无看到所以但是伫遮你有看到利未的人的名伫底你看到玛拿西的名伫底但是你袂看到但的名伫底敢若真安尼敢若真安尼其实有一个人有一个解经家讲伊讲伫以色列伫规本圣经内面伊讲有29摆将约瑟将雅各12个囝的名甲列起来当伊列起来的时阵伊讲有29摆无有29摆但是29摆有真侪叫啥物去无相意思啥物有一家人会无去亲像伫遮等的这个无去敢若等无去我毋知敢若我毋知敢若伊的名无写伫遐但是按照古时会做教父就是讲说教会会做教父因讲因为等敢若因受伊的名无伫底
因为伫创世纪的时阵啊，24创世纪49章17节讲啊到什么啊？伊讲蛋这个蛋就是用这个雅各的这个讲蛋，的确做多顶的什么的蛇，路中的毒蛇，伊要加上马的蹄互骑马的对落伫后。所以即阵古早时的做教父伊就讲伊讲因为49章伊讲到有言到蛋伊是路顶的什么的蛇啦，伊是路顶的蛇，所以伊就是讲因为敌基督要对这个支派内面出来啦，要对蛋是蛋的后裔啦，是蛋的后裔，所以伊的名伫启示录就无出来过。然后有一个解经家近代的解经家就是讲无蛋受老是因为因为伫以色列人做头先拜偶像的是蛋蛋的人伫圣经内面你若去看《士师记》第18章，蛋的人头前因头一个拜偶像所以无伫遐因无伫遐剩伫何西第4章伊伫遐第时阵伊发现的支派是无伫遐所以有无相但是咱看一项就是讲，虽然蛋的人的名无伫遮，并毋是讲上帝无要伫伊咯并毋是讲上帝无要伫伊，乃是讲伫在见证人中间无蛋的人因为伫后面咱有缘有法通会看到蛋的名有缘出现所以敢若咱无出现咱毋知影咱毋知影但是上帝竞选伊互因传福音所以你看卖伫第9节开始的时阵就是因传福音所结出的果子第9节讲到这个了后，我观看到有真侪的人因是对什么逐国、逐族、逐民、逐方来的所以咱看到第2段这章内面就是讲到顺道者因伫主的面头前因怎样输入所以伫天顶约翰就看到有犯罪的人来因穿白衫，因手摕什么棕树枝伫遐来学罗上帝学罗上帝。所以到20真趣味的一段就是伫第13节第13节真趣味长老中就有一位就问我讲伊就问约翰伊讲即撮穿白衫的到底是啥因对倒落来对倒在长老咧问约翰其实约翰伊也毋知影伊讲我主我毋知你才会知影你才会知其实长老因才是知影伊条讲问约翰是要互约翰会去想到这个问题讲到底这人是啥这人是啥所以伊就讲你看卖伫第14节伊就向我讲即个人是对倒啦对大患难中出来捌因羔羊的血将伊的衫洗白了洗白了所以即个是对倒落来是对大患难中大患难中其实伊就是讲因是对迄个患难迄个真大的来起来出来那这大患难这患难是啥物伫圣经内面马太福音有讲到24章21到22节伊讲因为迄个时阵就是将来迄个7年的确有大灾难对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无有一款的灾难后来也的确无有若无减少迄个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无有一个人会敢得救只是为着啥选民的缘故迄个日子的确减少为着选民的缘故为着以色列人的缘故伊就要将迄个日子来减少所以这个就是所讲的这个灾难
所以昨晚咱讲啊，伫7年的灾难的时阵啊，人有法通得救无？有啊，有法通得救啊。但是你要得救啊，无容易啊，因为干呐，着为真罪啊，着为主来干呐，来顺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敌基督啊，伊会逼迫所有的宗教啊，伊会逼迫所有的宗教啊，伊毋是亲像现主时啊，现主时20-30年来啊，有一个特别伫西方的人啊，因常常讲什么啊？咱着甲会晓什么啊？甲心胸着较宽咧，啊，咱着会晓接纳人啊，会晓接纳啊。毋是常常讲说恁家己对啊，你就会晓来接纳，特别伫宗教这方面啊，宗教这方面，所以因有创一个 sticker 啊，阮这你捌听，你捌看到无？伫车咧，常常你有时阵你会看到，伊是用英文字叫做 coexist 啊，就讲咱着并存的啦，咱着三甲存留的啦，毋是啊，伊主要是咧讲咱基督徒，也想加讲什么？咱的才是对，除了耶稣以外，无别的拯救啊！所以你将别个该无说该话说得了啊！该隆重该讲袂用的啊！但是伊讲毋是啊，隆重宗教拢好啊，咱就会晓来接纳啊！但是到将来，咱看到敌基督的时阵啊，伊无接纳啊，伊将所有的宗教啊一律啊，隆重袂用的啊！伊若有法啊，孤单一个呢啊，就是敬拜伊家己啊，敬拜伊家己啊。所以当将来啊，信主的人啊，会干啊，要信主有缘会做的啦啊，因为有人咧去传福音啊，也阁是有真侪人信主，但是因要为主的缘故啊，按遐来顺道啊，为主按遐来死。所以啊，因现主时啊，做死了的人啊，因就徛到天堂啊，伫上帝属伫伊的面头前，因就伫遐来阿罗上帝啊，阿罗什么？阿罗上帝的救恩，因为因有缘有法通得到救恩，因来感谢上帝啊。所以啊，即阵啊，顺道者啊，因的血啊，因所流的血啊，上帝按遐来看待。但是主要啊，佫较毋是因的血啊，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啊，因为因信上帝，所以圣经讲，因就伫主的面头前啊，伫遐咧歌颂，甚至按遐咧侍奉上帝啊。所以伫遐讲到伊咧侍奉的时阵啊，伊咧侍奉啊，这个侍奉是叫做现代的时代啊。意思是什么？就是讲，因继续无停伫遐咧侍奉啊。干那因咧侍奉啊？因为上帝干那拯救了因啊！上帝拯救因的时阵啊，是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啊，宝血啊。所以然后伫第15节啊，就讲到即侪人啊，因侍奉主啊，有上帝互因的7种的福气啊，有七种永远的福气啊，要互即群的人啊。什么福气啊？头一个啊，圣经讲上帝要用丈母来福庇因要来加杂因来保护因然后因袂搁再摇因袂搁再吹打日头还是炎热的确袂搁再伤害因羊羔还是羔羊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确要亲身来牧养因要带因到活命的水泉顶面来，互因来享受甚至要擦干因一切的目屎所以这是7种的福气上帝永远要互即侪为着主的名的人建立坚固到底上帝要保护伊袂枵袂吹打日头会炎热也袂搁害伊这个日头炎热
也是有法通讲到因伫世上因为敌基督所有的逼迫伤害袂阁再临到因的身上，羔羊的确牧养因因要得到活命水的泉源伫清高永生咱来记咧约翰福音所讲的主耶稣讲个，伫内面有生命的一个泉源然后上帝要斥答因一切的目屎，所以伫天堂咱无阁再有目屎，所以伫这个第7章内面咱看到一项咱看到一项，当上帝的审判临到的时阵虽然是真惊吓，但是上帝永远有机会互人来信主但是若比起现主时上帝所互咱的机会咱现主时的机会是更较好因为咱信主无需要拄着困难，无需要拄着逼迫甚至无需要袂阁再无需要为主按遐来死无需要为主来死所以求主帮助咱到底咱现主时，咱伫主的面头前咱甲主的关系到底是怎样？其实上帝常常将机会赏赐互咱，互咱有法通来明白伊因为毋但免去将来伫世上要发生的跩审判，一跩灾难伫将来有法通甲上帝永远同在，无需要甲上帝永远隔离，然后享受永恒的刑罚无受永恒的刑罚所以咱老师，咱有圣经，咱阁继续来看，咱来看第8章咱来看第8章的第1节就是一段的一个结局还是讲一段的一个结论第8章第1节，圣经安尼讲伊讲羔羊开了第7印的时阵，天顶集中约有2刻咱就记得第6章第6章羔羊伊现第1印、第2印、第3印、第4印、第5印、第6印了后的时阵就插入这个异象即阵伊是第8章第1节的时阵是掀开伊开了这个第7印伊掀开第7印了后的时阵天顶什么代志发生伊讲集中2刻就是变真有2刻2刻是什么差不多半点钟有半点钟拢真安静这个集中这个动词是表明什么表明讲伫天顶的景况忽然间非常的安静这亲像什么暴风雨前的迄款的安静安静敢若真会安静那需要安静那需要安静遮有讲到几项有讲到有几个看法头一个看法这个是讲因为这个甲伫旧约因咧献祭的时阵真相旧约当因咧献祭的时阵因就安尼有乌鲁的声音有颂赞的声音但是当因将在圣竹献上的时阵当因去到金坛有一个坛要献香的时阵要献香的时阵跩所有的跩乐器所有的咧唱歌的跩物件拢总着停了拢着安静所以伫咧孤单伫咧献这个香气的时阵这个香的时阵伫圣殿内外拢真安静所以因讲说伫天顶所发生的就是安尼看咱阵要献这个香祭的时阵安静的一刻然后这个也是有法通讲会表明什么表明讲说看咱安静因为刷落去要来的这个灾难还是审判是大离可畏所以这个是真
真大啊，所以连天顶啊、天使啊，逐个人拢敢若静静啊，安遐咧听候。有法人讲暴风雨咧来的时阵啊，伊款的安静。啊，我记得我伫咧雅斯比咧侍奉的时阵啊，已经我袂记得80几年啊，有一摆啊有真大的风台啊，对咧雅斯比经过啊，对咧雅斯比经过。我记得啦，4、5点的时阵啊，规个就真暗啊，风就真大、真透啊，真大，因为安尼啊过。到差不多9点15要10点的时阵，忽然间干啊，静静静啊，无雨无风啊。啊，无雨无风，所以我就讲，哎呀，啊，风台应该是过去哦。看来那风景啊，随时过去，随时进，风景随进啊，进差不多啊，唔走半点钟无，忽然间风搁再来咯。啊，一摆风来的时阵啊，冰头一摆搁较大，所以礼拜堂啊，会去镜片、去玻璃啊，顶摆的玻璃啊是影响的一片一片的啊。你若要开的时阵，会凹的啊，规个啊，安那。车规个落起来啊！啊，阮的礼拜堂啊，的大门啊，啊，这个大的铁门啊，啊锁咧啊，就是讲说有铁啊，然后下底也是啊，规个开啊，啊，就是迄个风啊，过较来啊，原来啊，这个是什么？风台啊，会迄个尾啊，风台会尾流一来的时阵啊，实在是真大。但是我有头一摆经历讲，你伫这个什么叫做？风台啊，会迄个眼中啊，迄个目睭中间，迄个是最最安静的。所以安静并唔是讲无代志啊，乃是更较大的代志要发生。所以可能伫天顶安静一段时间啊，也是安尼啊，原是安尼啊。所以第8章开始啊，伊就掀开啊，第7印掀开的时阵啊，就安静啊。第7印了，到底第7印是什么啊？啊，第7印到底是什么啊？我也有几分钟个，我教大家来分享关于这个印这个 slide 无伫怎么分出去个，但是下礼拜我会搁甲伊这个物件，我下礼拜会搁互咱看过就是印火交碗之间的关系什么有3款的看法个，头一个是讲说。这7个印个吼，甲7个火，甲7个碗个因是同时发生的啦，还是讲说因是重复发生的个，伊的无相是伊的什么程度甲加强啊，所以7个印甲7个火，甲7个碗是相济物件啦，但是伊敢若伊的程度无相同啦，所以伊用3摆个来写一摆的代志个，这是头一个看法个。第2个看法是讲，这印火甲碗个，这个是连续发生的啦。所以头一个是7个印个，然后再7个火个，然后再7个碗啦。所以总共个有21个灾难个发生哦。伫西藏，这是第2个看法啦。第3个看法是讲。第7个印内面其实都包括7个火，到第7个火包括7个碗有7个碗伫内面啦。我用这个图，咱会看较清楚个。所以咱若看第6章第1到第4印是4只马个吼一只白马，只红马，只乌马只青色的马然后6个印的时阵，到开第7印的时阵原来伫第7印内面包括7个火啦，包括7个火，所以这7个火伫第8章会讲个，所以第1个火、第2个火测向的时阵，到第7个火测向的时阵其实这个第7个火是包括7个碗啦，到第7个碗的第6个碗了后这个碗是落尾一个所以出来，所以若安尼个这个安尼叫做3贴的个，总共个有19个灾害，有19个灾厄啦，所以头一个印6个，搁加6个火12，搁加7个碗，拢总有
19会知会啦。所以咱我是较详较侪人吼，咱会看法甲看是一个啦，因为第八章第1节甲人讲过，第7个印开了的时阵哦，伊无讲啊到第7个印到底会发生什么代志，还是讲说有什么灾会降临啊？伊乃是开始讲啊到什么？讲啊到有7支的好天使，然后因才一个开始来分个所以咱下礼拜个咱会看第8章讲啊到第8章第9章，咱会看这6个好到底是什么个？所以咱看到咱会看到讲这个灾难临到的时阵哦，会比这个印哦，更加强啦，更加大更加大所以吼，伫洗奖的人会更加艰苦，但是主要是要干呐？要互人会记得回到主的面头前，回到主的面头。所以咱今仔日咱就先看到这个所在咱下礼拜